而且我单位这条命是你家己要治的，这条咱照拼照行，我单位绝对袂顿地。假使你若愿意，目睭紧紧看我死伫别人的手头，我嘛袂怨叹。而且咱阁有约束，所以今日你来救我，这是义理，毋是人情。救你，当然是义理。啊，毋过我救恁两个朋友，是你欠我人情。你开嘴合嘴，讲的拢是江湖的道理。但是，照道理来讲，你今仔日欠我的是一条命，甲两个人情。你这条命，想都袂当对我遮抢去。你欠我的人情，你要安怎还？你若是要讲人情，我就甲你讲，我是感觉咱的囝婿，因拢是坏做人。你今仔用这个手段，根本就是侮辱一个勇士。你叫是你来救我，伫我看起来，你是侮辱我的做人，嘛侮辱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救你是我唔对？你若用这个卑鄙的手段来救我，我甘愿死伫我做人的手头。是吗？我好心笨啊！怎讲话来伤我？但是你真牛。熬算啥？阿辉吼，下人上介意是作风飘撇，看开生死。本来阮的代志要讲好势，就是你走出来破坏，阿辉都无怪你啊！你搁咧讨啥物银钱？我甲人讲话时阵，上册人插嘴。伫我未起性地进前，你想我徛到边仔？春啊，人叫咱闪到边仔的，咱就徛到边仔，尊重伊，继续甲抢我你靠。我要甲你讲话是看你会起，你莫对我七扯五白，我嘛是有个性。你的朋友安尼对待我，你啥毋听我讲话？你唔讲话，我甲你处理。别人安怎对待你，迄是你家己做得来。你若继续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一个故意人，我绝对袂放你转。等会，后摆你若搁家己喺别人面头前讲话唔对，我一定互你后悔。兰慧，我嘛要甲你讲，后摆若人有对我歹，你若无为我，我一定互你后悔。辉哥，我嘛要甲你讲，一个查甫干两个查某，这代志若处理了袂好势，你一定会后悔。真正迄个通判是千里做官，只为在。唔知影大人你是千里做官，为着啥物？你问甲真坦白，我嘛坦白甲你讲，做官人分三种，第一种救灾，第二种为前途，这第三种呢，就比较贪心，你先救灾。才用钱来买前途。好，有够坦白。唔知大人你是这三种的哪一种？咱讲世事如棋局的心，是袂到真正去互我拄着。想当年，你是我要来倒翻，
想袂到今仔日这个倒翻，煞变作干妈人的头人。请门大户来问我这个官要安怎做？哼哼，怨叹，真正怨叹。下来甲你小姐问，干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，我希望甲大人做朋友，也毋过我知影做官的人袂有真心的朋友，所以我希望甲大人想要做一个利害关系会相交陪的朋友。若是第二种，我想要甲大人做一个互相利用的朋友。若有利用价值，咱就是朋友；若无利用价值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头人。我帮助你升官，你帮助我发财，你看安怎？听你讲啊，遮尔坦白，我嘛无需要甲你讲什么做官清廉这种白贼话。只要你有这个本事，我愿意甲你做一个有利害关系的朋友。你若会当帮助我升官，我就保你发财。好，爽快。也毋过自古以来，有利害关系的朋友，不如做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亲情。我想讲要甲大人为着利害关系来结一个亲情。亲情？对，表面上柑仔兰是你咧管，其实通柑仔兰拢是我的地盘。假使我若是会当做大人你的囝婿，安尼你的官，毋是加较好做？这阿弟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总有听。你是还无家己记住？因为伊若是拒绝，要升官至少要等咧3年。阿弟，你这个官位是皇帝予你的，你哪着甲这个地方恶霸伫咧讲条件？你查某囡仔毋捌，我毋是讲条件，我是咧讲利害关系。对，阮的关系若好，对恁阿爹敢若有利无害；阮的关系若歹，对同伴大人的将来敢若有害无利。我想，恁爸仔囝应该有话要好好参详一下。我无甲恁较了，我失陪。秋水，后边我甲人讲代志的时阵，你唔当伫边仔后边插嘴。好，后壁阿弟你甲人咧讲代志的时阵，我绝对袂插嘴。啊，毋过，你莫阁摕你的查某囝去甲人做买卖。要伫柑仔兰，感情才遮尔困难。我来请你啉酒。会来找阮秀人啉酒，一定有啥物代志，互你想袂开。讲人上简单的就是生死，上困难的就是人情。做人无法度做甲十足，做代志敢若会当扎一粒轻重。请问你是倒一项互你想袂开的？阮阿爹的玩笑，我替伊，我的代志，伊拢无替我设想。你能了个伫的？既然人阁活的，是安怎一直要摕我的名去吹笑？安尼相片敢袂伤过？
你虽然无伤伊的性命，啊，毋过你却害伊生不如死。伊的面，互你抬甲破相，你一定毋知影，外表对做官的人是偌重要。顺我大人讲，阮阿爹的面破相，做官一定无前途。伊叫伊升官无值。顺我大人为着要替家己脱罪，对这事业失败的罪名，拢总抹阮阿爹，害伊去互朝廷流放到南海。阮阿爹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煞沦落到这款的下场。你想，伊会心甘袂硬？你阿爹是自得了。明明是官家的千金，假扮做江湖人，咱的身份真差伤济。这种酒我啉袂落。你讲这话真伤人。以前你杀阮阿爹，迄是冤仇；即摆你讲这话来伤我，这是怨恨，新婚旧仇。但是，我一世人拢袂放你煞。阮阿辉是真硬气，唔惊人恐吓。你若想要对阮阿辉不利，我嘛唔是在软食。阮阿辉，但是我是讲出来一家人。喂，我唔知你这查某囡仔咧想啥物嘿？三更半暝找阿辉来啉酒，你是毋是想讲先用酒后用色？来，我阿辉。高娘，我是关心你呢，啊，你这人就是遐尔老实，搁故意搁挑剔啦。啊，若拄着好人吼，是真好啦。啊，若拄着迄款歹查某囡仔，讲你是官家的千金无对，若是江湖人，一定会再一个轻重。早就甲你讲过，你若搁去有故意人，我就袂帮你煞。我嘛有甲你讲过，不准你伫别人面头前讲我的毋对，我一定互你后悔。你拄则骂我的话，你拢总有听的，我只好互伊永远拢听袂到。你若是替兄弟出头，我加计是生气尔。今仔日你为了一个查囡仔对我起脚动手，但是让冤仇带动。你无代志吼？有村姑娘，有村姑娘。恁这是啥物意思？大人，阮是替阮的恩主来送订的。我也无嫁查某囝，送啥物订？大人，阮恩主有交代一句话，伊讲，伫柑仔兰这个所在，伊敢若管伊想要安怎做，无管别人要安怎想。你即马的意思，你是替阿兰来甲我逼婚？就算讲是结婚，迄嘛是恁亲家间的代志。阮做下骹手人的，敢若负责送订，无负责结婚。你即马甲这物件摕转去，并下下顶顶甲物件送来公堂，是
存心要花歹过。做官人上重的是民主，谁也无花民主，我就甲相比你。大人，本地是无能甲我讲话，恁做官的徛这悬，阮甲手面趁钱的人徛这低，你讲我大声，嘛无轮到阮做主。这礼送叫阮送来，你去找送大声。你要做亲家，也要做冤家，恁家己去瞧。蔡记，这是啥物所在啊？敢准会叫你讲话？大人，下骹手人管教无好，这是我的唔对。不过，伊讲的话嘛有几分啊情理。像伊这种无读册的人，就当讲出这款话。大人，你是做官的人，相信你应该嘛当了解这种道理才对。你这三个狗奴才！大人，做人狗奴才嘛有狗奴才的本分。外孙大人，你要叫阮做奴才，我嘛唔敢承担呢。大人既然甲知影阮是狗奴才，相信你应该袂甲阮计较才对啦吼。过是，呀。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莫来找我，你若叫我讲，袂使离开草房一脚步，麻烦你所有骹手人，无代志袂使找我讲话。你安来，若有看到，顶是咧害我。我今日有看到你去甲人送听，是毋是你男交代恁去的？对方是啥？你毋是甲你男掺无到水无流啊？这款代志，就敢若兄弟咧分家共款，虽人平米，挂人楼顶，谁要嫁，谁要娶，哪就来探听？我嘛知影这无我的代志啊。毋过我今日看恁遮尔闹热，要替伊去甲人送听，我就开始替对方迄个查某囡仔烦恼啊。若是门当户对，凡说你人毋敢对伊安怎？万一对方若是甲我同款，是一个歹命查某囡仔，有一天等下你男爷先啊，感觉伊某利用的价值的时阵，这个查某囡仔的下场一定甲我同款。其实伊要去娶啥，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哪就要替人烦恼咧，对无？你毋是替人烦恼，你是替家己伤心。这个世界本来真平静，拢是咱做出的麻烦。虽然我是经过坎坷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敢若有两代志上毋值。第一项是鸦片瘾甲死，第二项是爱着较惨死。感情是拖磨，相思是牵挂，万事
扰乱我世情，看袂破。蔡金，外面啊人声喊话，你个法度伫遮坐甲悠哉悠哉，你都真逍遥。蔡囝人真低调，你叫我袂使离开茶房，我嘛真想会开。人徛咧省县5笑，倒咧不过3笑4方。这间茶房对蔡囝来讲已经有够阔啊。 是讲要缀蔡囡有够快，若要缀你这头人的烦恼，惊会伤下。你这个做奴才，喙若伤过来，你定定就去咬着字。到时我惊做你，会连你的字要来交暗，我这个做主来都唔巧。拄则有人要害我。哦。 啊！你即摆好一点食，若毋是迄个人功夫真歹，就是你运气真好。你刚才对我讲话，真正是甲天公照大。我问你，拄则有人走过遮来无？若要杀你迄个人，互我当着，茶房搁较歹所在，我都会请入来皇帝，好啊，甲伊说声。出去！刚才甲县主讲话。 你这个强假是你，阿某啊，你甲放开，凭你还阁无去出家甲磕着。蔡金，我今仔无用，另间我若较清心，我会专程来看你破茶，到时你就要有迄个气力，甲遐个茶破甲一堆哪散。 阿官，咱来去衙门告官。水莲，赶紧出来走！我一人是要哪带伊走？出去，那边让我替你送走。李兰，
你有啥物愿望，就需要3更半暝来去过生活。有人要杀我，像你这款的人，我想要杀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尔。你毋是定讲你真有才调，像这种小可代志，敢需要劳动我官府的？我来甲你劳动，是互你面子。我若无要互你面子，我就对去福建，告去到京城。李兰，法是我官府在设的，你法告就告，过去官府互你开就好啊。你开嘴就讲法，那安尼我问你，你官府设法，是毋是有人犯法？你就入侵不利？迄是当然，王子犯法，甲小民同罪。安尼好，我李南今日来申冤，是因为恁查某甲冤案，亲门大户要来杀我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李南今日来申冤，是因为恁查某甲冤案，亲门大户要来杀我。是代恁你家教不严，也是恁查某囝碰到你的官司，伫感觉人为非三者。代恁，这个法，你要安怎办？退堂。慢者，我都还未申冤呢，凭什么退堂？李兰，伫公堂之上我是官，退堂了后，咱是有利害关系的朋友。你若唔互我退堂，咱这个朋友就真歹做啊！退堂。李兰，敢需要做到这么绝？若是为着利害关系来做朋友，当然嘛是会当为着利害关系来变。也毋过，今仔日咱是上人竞赛，我家己的某囝搁较做唔着，我家己的管绝对袂来告官。唔知大人你意下如何？只要你卖过，啥物代志拢会当参详。安尼我就先甲你参详，家辉赶入去阿里赛的代志，都学上我无方便出面。这个代志，大人若是处理了好势，恁查某囝的代志，我就先挂一边。呀，恁爸仔叫我来做伙告，无甲你告到死，我你人能力大，恁等到啥？好，今仔日你教我安怎做官，你家己就要会晓做人。陈辉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叫你两个杀手提着枪，这事我袂用留伤久，然后交你。过是，朱姑娘，阿辉，你在创啥？陈辉，你若无想要看我死，你就要替我疗伤。我好啊。金子现，
王黑，你若是无想要互我插个故事，这支针只要插一分，我就无命。这是我头一摆，将我家己的性命交代予另外一个人。奇怪，咱两个是冤仇人，我哪会这尔安心？会当救到家己的冤仇人，这是一种真特殊的缘分。我这个人的个性，有深人的，我唔惊讨。我真少情，也真少爱。我爱你，这世人拢会记一句话：我是无情的人。啊，真正无情，是讲袂出嘴。迄个高有要紧无？应该是真紧就复原。如果是一个哦，去互李南伤害查某囡仔，即摆哦，毋拿迄个查某囡仔去互李南伤害呢，我若顾无好势哦，就换阮阿辉去互迄个查某囡仔伤害去。唉，讲什么伤，什么害？哼，我看哦，恁这查某囡仔的目色上界害啦。啊，像我这个身躯故意刁滴老实、有满腹抱负的好青年，有人连看都歹甲我看一下。啊，我才是男性的受害者。阿辉，我甲你讲哦，迄救人吼是还救人啦，啊有真个代志是不得已的，你毋通想讲吼，看过人的身躯，就爱替人负责一世人啦。其实，你应该负责的人吼是我啦。我已经伫恁兜住遮尔久啊，咱已经是一家人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。你想看卖，我若想要嫁人，是啥物人敢带我？叫春姑娘，你莫想遐多啦。你嘛知影我单位是真君子，因为我练过功夫，所以我的手较稳嘛准。我才会替朱姑娘下遮，你若甲我误会到安尼呢？误会阮真侪款啊，假使若误会哦，你甲我是袂生气的。啊，若误会你甲别个查某囡仔，我的面子要囥倒位去？辉弟吼，救人还救人啊！你若想要替迄个查某囡仔负责后世人，我是绝对唔稳准的。伙计，所有伙计，关东报。阿爷。昨暝我忘去做人，做人甲我讲，陈辉是咱柑仔人的竞赛，伊即马要甲咱借钱啊、电、水路啊。 唔知咱这伙计意见如何？不老实，无人，我记了。首先，既然伙计拢无赞成，咱这勇士唔知赞成还无赞成？啊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 伤心人，伤心的歌。春啊，你看这水啊水的，拢咧目睭金金人上着，你都较巧哦，你嘛甲设法一下。
有啊，我有想办法。问题是阿辉刷你的真正唔答应，我有法度。啊，春啊，外口一阵伤重，啊内底伤重两个，这款的日子是要哪过落去啦？阿辉啊，秋水公牛，伊讲话要甲你讲。朱姑娘，真歹势，为着开垦地的代志，敢会当顾虑到家己烦恼，煞袂记照顾你这个当地受伤的人客。阮阿爹予你的期限是到明仔载，你敢有想到什么办法？伫阮开垦地，会当挖苦的，敢若是这兄弟的真心甲义气，真可惜，真心甲义气会当当作税金来缴。我有一项物件会当予你抵押的税，毋知你肯接受无？你讲看觅，即马阮当需要人讲斗相共的时阵，这也毋是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哪有啥物资格讲唔肯？阮阿爹若是硬逼你离开，你就用我的性命来威胁阮阿爹。我相信伫阮阿爹的生活中，我的命应该比阿里山迄块地搁较有价值。你莫想讲用你的命，就会当买阿辉的心。我已经甲恁阿辉讲过啊，我是一个无情的人。用我的命，毋是要买伊的心，是要保伊的命。但非这条命我要抵，任何人拢袂用教我抢，连阮阿爹嘛共款。老朱姑娘，秋水姑娘是好意找我来参详代志，你毋通受错去。恁一个讲好意，一个讲无情。好意就参详火，无情就参详鞭。鞭加火，真紧就扬去，真紧无情嘛会变有情。像阮这款哦，原本有情，人就甲咱当作袂输是应该，较无稀罕。你上好是趁我即马袂当动手的时阵，有话紧讲。等我会用得动手啊，我一定互你有话无地讲。哎呦，恁两个哦，你哦，莫安尼歹性地啦。啊你减讲两句啊，我就免安尼夹喺地方歹做人。你讲啥？你现在搁伫别人面头前讲我会毋对？我是替你讲话，你现在毋免为我。你毋免欺负我两只，你想要用命来换阿辉的心，我甲你讲，我嘛有一条命。秋水姑娘，你我相信，是因为你袂晓讲话。其实要做一个头人，真正无遐尼简单。我常常伫咧照镜，我去甲你讲，你袂当做好人。别人若甲你当做好人的时阵，都会软头轻骨。也毋过，你嘛袂去做歹人。世间上的人，拢惊歹人。大家若拢惊你，都无人甲你讲实在话。慢慢啊。你的身躯，所有的人，都有人甲你欺骗。但是，互这个少年骗过手了后，真紧我就会失败。
做好人，袂当做歹人。我这个头人到底是要安怎做？当我想到这个时阵，我就甲家己当作是一个拍来的人。我的下手人，我就拢甲因当作是野士。我会晓骗你，我目睭爱来。当有人要伤害我的时阵，我就一箭上准，该写死。所以我这个头人是好人，也是歹人。其实，伊是一个真真正正拍来的人。这是变故法，拍来的强子。后仔载你替我去拍人，爱上好做，对心做，甲杀了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哎，小兄弟啊，大家看好势啊！你明仔载有啥物拍算无？我现在分袂清楚，到底这是我甲李楠的私仇，也是众兄弟的代志。若是私仇，我就无应该连累众兄弟；若是众兄弟的代志，因今仔来对我，我本来就应该替因出头。阿辉，我即马才知影，你是一个足自私的查甫人。你实在是足无了解青湾社这兄弟。伊虽然无迄个才调，讲会当去替你出生入死，啊，毋过你要叫因目睭金金，看你一个人安尼去送死，因绝对是做袂到。假使伊若做会到，安尼就毋是阮青湾社兄弟。万姐，照你安尼看，我应该安怎做？若是讲今仔这件代志是你甲李楠的私怨，安尼你应该都有众兄弟去甲你相挺啊。若是讲这是众兄弟的代志，安尼你应该都互因对你去车拼，下剑卖骹手济，总是免互官府遐好食困。安尼讲起来，无得卡，边仔我是较自私，叫我用众兄弟的性命去甲官府拼，这我做袂到。今仔这件代志，若是有任何一个兄弟拍气角，迄就是我单飞一世人的失败。阿伟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本来是应该感觉真甘心，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即马足无欢喜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